祝福我們2026台南車展，我們的展期呢能夠圓滿順利。超跑馬道各式各樣的周邊商品吸引車迷眼光。2026年，台南車展在大台南會展中心盛大登場。這擺車展邀請全國200間的廠商參展，超過500個單位，展售包括汽機車相關的配件等產品，相當多元。那今年是第4屆由我們工商時報自主來舉辦，那也有所有的這個參展廠商的支持，還有各位貴賓的支持，還有來自台灣各地的這些好朋友們的支持，讓我們能夠繼續的辦下去，也為這個車展未來打下一個更好的基礎。台南車展今年已經邁入第4屆，全面展現台南汽機車產業的多元面貌，不只展現技術創新加產品的多樣化，也凸顯台南在南台灣汽機車產業中心的實力加發展的潛力。活動越來越好，而且吸引的人也越來越多，讓各界可以讓他們看到台南的進步。那台南這幾年來，除了大家的車展以外，而且我們汽機車零配件特別的發展，車燈跟重機這些微型工業。這擺車展對今仔開始一直到2月1號為止，拜六更有大型重型機車的組織，活動嘛搭配台南購物節好康，歡迎全國民眾做回來台南參觀，感受南台灣上熱鬧的車展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